台语会当讲万事万项，来看中华有一个台语强学团，因有开一节免插电的科学课，邀请到这软体工程师，用解破任务的方式，带囡仔来认捌电脑当中字正位是啥物。我要看六个笑面，这边六个哦。用笑面来代表电脑的字正位，互囡仔人倒出家己的生日。一般人较熟悉的拢是十进位的数字系统，但是电脑用的是二进位，干那0甲1两个数字。中华台语强学团举办免插电的科学课，要互囡仔用这套的方法来认捌电脑世界的二进位系统。先准备几张纸，观点有画无同数量，可能1、2、4、8、16，互囡仔去排出无同的数字，来了解讲要10进位要转做2进位。上课老师柯普生本身是软体工程师，过去有影真罕得有人用台语来讲电脑科学的相关知识，但是伊认为这寡专业名词就要为即阵开始讨论，才会当互台语亲像活水，或者活水探去到每一个专业领域。伊毋是讲一个个时的语言，当然因为台语有一段时间去用拍做敢若较低落。较无路用的语言，所以咱即马就是爱家己去甲讲出来。希望讲伊学新的物件嘛，会当用台语去体验讲卖。所以阮若去学钢琴啊，还是跆拳道，还是体操，拢是请老师会当用台语甲因讲。台语强学团认为，台语毋若是生活语言，嘛会当用台语来学万项台。未来因也继续开发无共主题的台语课，互台语这条路愈行愈远、愈开阔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